环保署顶礼拜四审查协和电厂改建案，也毋过有在地团体冲入去会场抗议，所以审查嘛暂停哦。这礼拜五阁要来进行审查。早起有环保团体是举行记者会，因指控政府的能源转型政策有真侪问题。 家人在地团体甲环保团体发口号，不满蔡政府无顾到反弹，继续推动协和电厂改建计划。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指出，迄时阵面对着抗议，中油甲3接外撒，即马4接受到反对，台电又搁甲填海区动线，敢若是开发面积变小，人民就要动气。在地团体更加不满，能源转型专门替海华来开刀。掠夺海洋历史重演，公民护海行动串联。 公民护海行动串联。当年反对3接迫害海草大生态，发起全国性公投的领先人潘忠正，是大力批评4接地方的公投和中央没收。最后我们也看到，在他们操作蓝绿对决之下呢，他们大获全胜了。他们胜了，什么输了？早教输了。 我们的环境输了，我们的永续输了。顶礼拜4、25号，在地团体倡议环保署环评专案小组审查会议现场来抗议，最后是散会。环保署即届是安排即礼拜5举行延续的会议。在地团体强调，虽然家人护海公投和中央动来，但人民的愤慨会重新搁激发。礼拜5、6月2号会前往环保署表达立场。记者林文霞、基文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